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是待降节第二个主日，12月7日。主题是就近水来。我们预备聆听。当你点燃2支紫色蜡烛，让你的注意力集中在这句话：你们一切干渴的，都当就近水来。请我们以敬虔的心来阅读以赛亚书55章1到5节。你们一切干渴的，都当就近水来。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，你们都来买了吃，不用银钱，不用价值，也来买酒和奶。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，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？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，就能吃那美物，得享肥甘，心中喜乐。你们当就近我来，侧耳而听，就必得活。我必与你们立永约，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。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，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。你素不认识的国民，你也必召来；素不认识你的国民，也必向你奔跑。都因耶和华你的上帝以色列的圣者，因为他已经荣耀你。我们用敬虔的心来探求并深思。我常常想，为什么我们把那么多钱花在不能满足我们需求的东西上，却忽略上帝白白赏赐的恩典？你怎么想？凡饥饿口渴的人，都免缴费来吃来喝吧。这听起来像街头小贩在发送免费食物，但这是上主在邀请。他在以色列人面前列出2条道路。第一条道路是他们沦为巴比伦俘虏已经习以为常的旧生活方式，但这只会带来更大的压迫，最终走向死亡。第2条路是上主的新道路，一条陌生而未知的道路，但是这条路通往生命，通向喜乐的返家和脱离压迫的自由。选择似乎足够清楚，无需为此纠结。我们会劝你选择这条生命之路。即使能选对的路，但是
我们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吗？人的本性会抗拒改变，抗拒新事物和陌生的事物，即使他们比过去那些压抑死寂的旧方式要好得多。我们会抗议改变，说，但是我们以前从未这样做过，或者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做的。有时我们害怕耶稣的新道路带来的自由，这种自由需要我们以全新的方式去思考和行动，并放弃掌控。我们固守着本能所熟悉的，但随后我们听到主说，要留意听我的话，侧耳而听，就必得活。来吧，来到水边，那新鲜的活水，白白赐给那愿意承认自己干渴，并勇敢投入到新生命的人。留意听，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，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？就像这是上帝针对你说的话，并回应他。我们用祷告来回应我们的主。上主啊，赞美归于你，你白白赐予人生命和自由的活水。求你保守我，不沉溺于熟悉的旧事物，不忽略你白白赐予的滋养和真正的生命。阿们。活出顺服，就近水来。